你们一顺风嘅加油团有哪朋友冇？到免费馆的同学，同学都难，呀，还多了，几毛几多了，几毛几多了，还有那个加油加油！哎，两个总啊嘿，总啊嘿，你刚还没开始录的时候，就讲全场最帅的就是我老公。哇，哪有人这样公开晒恩爱的呢？我老公有没有来呀？哎，你老公哦，那你叫一下老公，老公。那我们这边有没有要献吻的环节？老公又来吗？老公冇来哦。我等一下赶快打电话，我们输人不输阵。阿咁客家天气台啊，难得的东西啊，捧场啊。按就车手已经用看了。要不要3天手都要啊？啊，你头发两跟面店有卖有翻冇？有啊，全就是同城米糕嘛。啊，对呀。当阿 V 哥。这一款给今年拿出了系30千年的功力，拿到比赛。哎呀，体育摆看到痛吼，撩比痛还多，痛快。哎，紧上去选呢。非常好赞。好顶嘅要大嘴啊，冇成贵冇成嘅好难贵咧。安到，等下个种菜我太感谢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嘅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嘅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苏坤，一家之主，感谢民族。太中白奖。今日同朋友，因为已經今日2年的時間，過一擺來到台中董事也特別，一下你除咗素菜呢，就係台中董事嘅慶安橋。哎呀，慶安橋哦，算係你台中地區哦非常重要嘅信仰中心，已經有200多年嘅歷史咧哈。不過哈，呢一片主要外擺係報效雷山府嘅王家，還有它有供奉流水嘅觀音。還有當年嘅橋啦吼，9月13號，全部就攀鬧熱啦，車選也非常啊，非常的熱鬧，非常多人會來到呢一片。錯，而且到幾時節的話呢，家就係咪本太家來到一道 V 嘅鄉下來是平安符。哎呦，韓國當年呢就會攀差唔多80人種就來搶太子嘅鄉下來是平安符。故上呢就發現到今日你除下素菜就會菜地當中有一中心，故上看有按到嘅現場嘅觀眾朋友。有冇？而家其實大數，係啊，大家就來到一道 V 看鬧熱咧。好，馬上呢就會來先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你啊，志亮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兩個好，大家來分享係素食小王子林俊基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志傅好。好，馬上嚟分享到你風吹嘅潛水站，你風吹呢係兩個表姊妹哦，分享到春儀子、小儀子。歡迎，大家好。哦，剛行出場嘅時間當有氣勢哦，係啊，很有氣勢哦。所以我看下攬出嚟一片哦，記得係強人類似東西係兩股手，記得係宇宙人鬧起回所。歡迎，大家好。好，即係唔好講那風吹哦，風吹都會姐姐都會也見你春儀子呢係人哋董事心橋，加小儀子呢係董事菜地呢，請講一下你啊，就會推薦下特別有乜嘅好教好食好料嘅冇咧？有一間250年的宮廟，橋上顯示啊，橋上顯示廟呢，當年5月初7的嘅聖誕，有攀連續7年文化季。環島徒步哦，環島2日祈福有17台狀嘅大家全城聽秀啦。所以呢，反映全城各地嘅好朋友來到呢呢，祈拜祈福，祝福大家呢，橋上顯示中心，我庇護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好，係咪少少？阿姐係唔係要做里長又係議員啊？你講到安好呢？好，接下嚟係一隻景點，攬出嚟一下推薦一隻食嘅東西。有間專賣三角園哦，三角園客家飯、客家飯、客家小收音姐姐會緊張。客家小園每天大家早上哦排隊買啊，冇法做啦，因為都買冇呀。唔過呢，你去間呀，秋英記老非常之記住嘅菜地有名嘅呀，佢賣麵呢，佢賣30人年。哎呦，本身係做生意嘅啊。對。那你怎麼不推薦自己的？退休咧，退休了，都說那唔好嘅啦。好，你看，記得退休咧，所以我輩嘅人有15到幾兩隻手藝。不過，
哎，你今日就服嘞，吃得到他们的手艺。我们知道今日到节目当中，做食到一个球员记非常之嘅好排水人，骨面卖37年。哦，等一下等你煮哦。 37年呢，哦跟你差不多大。没有啦，27啦。好啦，马上就来进行体育馆嘅挑战喽。下色变好菜，两嘴用剪刀塞头部嘅方式，轮蛋托变上地度嘅食材，撒点爱啲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做出莫强样嘅变化。先来两嘴会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来吃好菜咯。 第一关地度呢，就要看下对啊变相地度献出食材，来变看呐妈妈嘅好厨艺，含家家嘅厨艺地度系咪做到及时嘅反应咯？係啊，你係客家媽媽最擅長嘅事情啊！莫計下攬出兩位阿姐又講，哦，條件仲用夾沙咯，唔啊！根本嘅變相地袂讀嘅食材吼，都當簡單，不會說那種冇看過嘅東西啦。好，大家打開來哦。看過嘅好，好，體育紅水當夠了嘛？五班，五班推重體系啊，大甲最有名的太假嘅舞誒，哎，還有個書童嘅頭包，哦，這個夜市美食。 海葱、爆水葱，大腸包小腸，还有一个冻这个是素鸡，哦，这个卤味超好吃的，嘿，那炒快快菜，菜，油条，人家玻璃水好好調解一下，因為大甲溪的灌溉啊，所以譬如講，達蘭啊，它就該凍死兩片啊，跟高麗菜最有名的，炒節瓜，炒面，這個是黑胡椒。 黑胡椒早餐店的，你們邱英傑最厲害的啊，面呢？可能不太一樣啦。莫人家黑胡椒的那種面，哦，人家的 miso 啊，這個是芥蘭的豆腐。好，先搬兩組嘅來賓來討論一下戰術。姐姐，你喺度加有上班冇？上去先拿乜嘅？跳包、跳包、油菜、快菜、那个节瓜，節瓜，那个還有一個，随便你。那个我等一下看到看不到。 好啊好啊，好，就那这三样。還有一樣啊，等一下最主要係一開始嘅時間猜拳先猜贏哦，好冇？好嚟，加油一下！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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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該下小凱安豆東西哦，有沒有特別中意？就是面啊，面啊，真的喜歡面啊！小炒面。還有嘞，還有韭菜啊，韭菜嘛做啲啊，對，很香。韭菜、高麗菜，還有油條嘛做啲啊。哦，黑胡椒面係提咗雜個都係個韭菜，韭菜，係啊，韭菜。還有第三項，啊，高麗菜咪做得，啊，最尾一項，跳跑嘛，跳跑我係漸漸係冇。跳皮跟跳芙蓉做啲啊。切切嘅啊。假使轉進就一項本給你選擇咧，我們留一個備案先嘛改。大腸包小腸呢？那個糯米飯啊。 而且韓國家屬啊，佢切一顆一顆的，香啊超香啊！做啲啊，用跳肉啊，跳肉過啊，或者樣。而且你看哦，假使你選個大腸包小腸，它地本含有蘸蔥誒，多一道食材。多一道有小。好，所以上好咧哦，好，小本來，來，1、2、3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李永祖已經討論好七個嘅戰術誒，連下呢先各個派出一位先來猜拳咯。好嚟，派出一位代表。一記，準備咯，哈！ 剪刀石頭布，剪刀不會虛接的，不會虛接長出天啦。好，他們東市有特別的快速的，比較快，只差沒有啤酒嘛，對不對？快啊！拿面啊，啊你拿，拿到拿，好，還有乜嘅咧？韓國拿好，係，還有一哦，菜好，好快菜，好，正臉回去，正臉回位，謝謝大家，謝謝。好來，陳吉記。 來，我可啊，確定，好來，這個我們也要呢。嘿，對，我看一下，姐姐，我跟你確定哦，你五班會全部拿走嗎？五班，我頭家仲卡不幫你拿走誒。哦，唔好兩玻璃菜好 ，OK。這個是電區。好 ，OK， 好來，下一位請開拳了，剪刀石頭布，好，剪刀石頭布。 剪刀石頭布，耶！攬住200組張嘞！謝謝，來，我選兩號。有乜嘅？我拿這個，哪一個？這個，來，給你講。好，海蔥爆水蔥。嗰時將開幕。還有可以選一個。有。條嘅。哦，啊，存的全部就挨咯。好，我們剛剛沒有講到這個，確定哈？確定哦。確定。好 ，OK，來，休息幾分了，先用做數拿，這樣我們背對鏡頭哈。好，來，好。5班，
芥瓜，好嘞。哎，我们的配色很漂亮哎。你们吃的好健康哦。对，我们基本上是吃素的。对啊。好了，利用这对已經拖起解食材，很期待都帶會變出乜嘅料理。來，馮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好，聊下堂看一下男子聊天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馬上出嚟進行踢館嘅比賽。哦，按趕快油煲、水煲全部準備好晒嘅。哎，姐姐，你要用嚟做咧？呀吼，你睇到的不會當好事啦。對啊。安尼就你挑包啊，那包起來。哦。髒。包起來講話咧，泡，用泡。等一下，整個用一泡嗎？規個用一泡。係啊。那啲玻璃菜咧？玻璃菜定係用濕嘅，有沒有泡？泡個節瓜。喂，玻璃菜我拿去包空它嘛？太大了呢，你这样会很难包哦。你在考验我的一口吃吧？没有，要给你吃一个。两个这款要处理嘞，有没有炸？哦，包给了，包高丽菜。哦，你们做2道。对。今日做法同貼開啦。嗯，这是不能太高温。炸調皮唔驚會強高温。哦。係上個嘅油盆嚟會跳，佢嘅油盆係佢多一些。要半煎炸的概念。對，半煎炸。半煎炸哦，我跟你說這一關哦真的很考驗。對啊。等一下，先讓我放好，你再拿過來。哦，按你講要彎度咯，按你夾嘅調皮就唔會多一些的，唔會比了。我們試一個看看。這樣就很漂亮。哦，用佢本身的重力來壓嘅捏。什麼？就唔會比了。好，你看冇埋問題哦，我先顧去照顧。灰心事件是不是？對。灰心事件。好了，我們就選過去，大家3個都轉來後尾。好，你們討論一下。好，加油哦。好。哦，唔是燒。來，小花色炒麵。我們進度超前呢。所以該下討論嘅戰術想法係乜嘅？我要嚟做，我就想做就像煎啊，用cái煎頭就能加麵，加韭菜哎。拌麵。全這楊浦卡麥也37年的麵呢哈。最主要，這個招牌的菜係乜嘅？排骨麵。排骨麵。炸排骨嗎？同志蜜糕。哦，同志蜜糕。是他講了什麼東西？那個同志蜜糕啊，做了老了身體受不了就退休了。退休咧。你有冇用自手要用鼓手？用鼓手。用鼓手，你有冇感情很好？哦，感情好。係啊。買衫褲買鞋。全部買中央哎。都買中央的啦。你剛還沒開始錄的時候，給我講全場最帥的就是我老公。哇，哪有人這樣公開晒恩愛的呢？我老公有沒有來啊？你老公啊？那你叫一下老公。老公啊！那我們這邊有沒有要獻吻的環節？老公又來嗎？老公冇來喲。我們等一下趕快打電話，我們輸人不輸陣。你們以順豐嘅加油團有哪朋友嗎？有啊，姊妹嗎？有啊，嘅幾個人都係會館嘅同學。同學都難。金麥子，金麥子係哪啥？哎呀，還多啲，金麥子多啲，加油！兩個中阿黑。什麼時候的同學？卡拉 OK 班的，唱歌班的。卡拉 OK 班啊？對啊。卡拉 OK 班。你都有給下剪的時間，又加蔥啊、撈辣椒哈。有蔥，辣椒咪好樣，我睇夾邊辣椒嘞。好，因為我們最多的步驟跟畫面應該就是這一步。就這裡了。封店邊個就會有。好了，今日選歌裡大家都做來了哈，冇按緊鐘嘅吧？好，唔係。夜關冇切。哦，好嘞啊！哦，剪斷呀！又很驚的。這水來舒舒切切。徐雨季，你是關到靜音模式了嗎？是因為你老公是那一個，對不對？對。還有說，你剛還沒開始錄的時候，給我講全場最帥的就是我老公。哇，哪有人這樣公開晒恩愛的呢？我老公有沒有來啊？你老公啊？那你叫一下，老公啊，冇來關心我呀。哎，都冇來關心我呀。你打一下電話。不是啦，佢等下就會來嘅，叫佢做神秘嘉賓呢。哇！
所以你要杀狗具还会做嘛个？我包节瓜啦，今日遐个挑包遐舞的啊，我本嘛该种，阮特制的酱，特制嘛该种。还有那个姜的嘞，给姜的木拿到哈。就秀姐，春姬姐，你要整根包进去吗？好像不行哦。可以啊，佢2-3块青姜啊，2-3块高丽菜青姜啊啦。哦，就有点像是菜卷那样。就菜卷啊，秀姐讲嘛该？因为冇差到牙签了，所以不。哦，咁冇怕，咁冇几阵冇不用送去啊。对。对呀，跟你本身喺做嘛该条路诶。我以前做馒头。真的哦。自己揉炸这里喽。好 ，OK。哎，好了，拿起来，来。是在市场吗？没有，在我们家。馒头后来就退休了，我做了30年。哦。温度会较太低位，有高烟嘛，盖着比较没那么危险。怕你们烫到。下就要赶快翻哦。等一下，他们还有个重点是要做酱，特制的酱料。特制酱是秘密。所以等一下鐵住嘅醬料用伴做。醬料做人較簡易咧，醬料種帶泰筍啊、薑麻啊、辣椒誒。辣椒切細。都要了。但係他做的酸沙鹹一片鹹豆哦。一點冇嘅薑辣味。做的呀，哦，不用，給就不用呀，你用呀，配就好呀。哦，好。對。安尼就唔會危險。所以你下先切蒜頭哈。叫調較簡易咧，跟蒜頭醬啦。師傅啊，這樣可以嗎？你吃到腸大，你就較夠了。今日係咪你來報名誒？嗌來報名誒。來報名誒。係啊。哦。啊，咁客家天氣台啊，難得來東西啊，捧場啊。我那機會啊。按就超手已經用下來。他要不要3點手？我說要啊，就來了。就超好便宜哇！哎呀，做這就不用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旁邊黃色這位，你再喊一次老公，好像你老公來了。哦，老公。哦，我老公來了。有點文章了。用白臉，秀儀姐，嘿呀，2位的老公本來就好朋友嘛。對，我跟她老公是同學。小學嘅同學啊。對。所以跟宇姐就講，基隆山吼，貴時要靠佢通落府嘅須姐哦，他們兩個在開姐妹會。對。錯啦。要獻吻呐。已經冇啦，剪牙用剪筆啊。哦，感覺你真厲害哦，哈，準備一下了哈。那個春姬姐的那個老公，一共要等你獻吻，哎，他才有動力啦。好了哈，等一下溝通上來哈。好。啊，這裡用格殺哦，這裡格殺哦，他們那邊一些18禁的畫面。帶師傅來看哦。哎，可以了，懂我知嘞。拆的啦，拆的啦哈。可以擺攤哦。拆辦公室睇住來，一樣夾過啦。好啊。嚇，誒，你個毛毛頭。啊，胡椒粉來嗎？係愛呐。哎好，料有調味的啦，毛椒啦哈，跟麵沒調味咩？哇，真的胡椒粉不分南北哈。好嘞。哎呦，所以愛好嘞哦。這邊基本上冇挑梅嘛，其實本身上面有米線，用黑胡椒本訓呢。哎，跟你阿導邊好誒啊。哎呀，愛好嘞。很強哦。那我們這邊有沒有要獻吻的環節？老公又來嗎？老公冇來哦。等一下趕快打電話，我們輸人不輸陣。好了哈，好。要放進來了，它是總共是1道菜而已嘛，係冇？你可以做成2道，咪可以雙拼。你跟他擺一片的，係嘛個意思？人家打切的來擺，咪就係安尼。唔是講全部落去啊，你做跳動可以拿起去了，唔怕。係啊，好。全部我係跳動咩唔好看啊。那我們這邊先擺盤了，你就來去多酸咯。好，現場馬上開始多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鐵管內部卡米西卡站掉呢。哦，兩組呢，哎，你謝姐姐真係同厲害哦！看下平常啲都有嘛嘅，大家都變得出彩色來。大家先來試試看哪裡風吹嘅。我們這是2道料理的結合哦。後來品嘗看下，我們這道菜也可以用豆腐皮啊，包一個烏板凍好食。第一，我們贏在起跑點選得對。各位用哪個鐵質醬料，就你客家人那個蒜頭醬，很好食咯。係啊，懂好食。真嘅呢。啊，秀儀，你用好食，你有冇食得呢？哎，冇食得。是啦，係啦。對啊，秀儀姐，你吃牛板呢？好食咯。好食。但我覺得6點做的
可能它的试看就是那个节瓜，假使就见过，可能个甜味会下出来掉一滴滴的。蓝队的姐姐，你吃到几多种样板呢？嘛係啊，好食好食。好食的哈。好，然後就完成蓝水的一片嘅炒面咯。剛下兩位姐姐呢，佢老佢剪到又酥又長。古所講雖然講一個素雞呀也好，一個米腸也好，本身就素嘅做食，可是吼，而家吃嘅頭油行較強啊呢。係，好似唔過你叫菜用炒得叫嘅。哦，人家就有去過潮園自家有卡式個麵嘛。有啊，有啊。一個排骨麵當有麵哦，挺好食。哦，結果發現那兩位阿姐係你的粉絲咧。对，我这是老主顧哈，和順雞常愛吃。對，所以安你食過幾多做饅頭嗎？就啊，有做饅頭，做板子緊包呀，哦壓低呀。哦啊，你自己做的怎麼樣？兩頭菜？哎，我唔敢講啦，廚師去才知道啦。所以等下款份數長哎呀，啲。你那是樣低啊，我那用講，不要自誇。我想講吼，基隆沙到變相鮮食出來時節咯，咪非常的聰明。因為你看麵啊、盤啊、甜粉咧都有東西啊，都睇到擺更重要咯，熱天愛食嘅。所以基本唔單止本大家食好食，咪本大家食飽。咁兩位師傅應用班來上咧，等下就嚟看咯。今早嘅時間馬上就要到了，都在師傅用嘅想法咧，就要請你嘅 Kitty Dragon 師傅搶本書。風吹日本。等下玩一下再採天風，阿舉師傅全部付出。藍吹日本。哦，各個地盤，這兩十分搶公平。我先講冷水一片哈，牛肉黑胡椒面做到出來呢，較簡單的口味吃到同好，但是有個缺點就是講，像素雞肉呀、米腸啊，一兩種食材哈，煎過又要較硬實。唔係講要冰漂油，我冰是只水落去，要注意下就水落咁冇硬啊。啊，鴉片的話呢，先風吹的原因係因為一片煎呢，一片油掉水煮過的，所以你吃過個煎的香味到最底部以後，你就吃到一清爽的蔬菜，會再口感都當好，所以我現在風吹，謝謝。好，換阿舉師傅的公平。哦，我本了南推兩片咧，吼，伊個吹來吼，動到個層次感，有個素雞啊、切個，吼，還有個麵啊、東香，吼，還有個蓮蟲啦，伊個油脂個香味就出來，東香、東好食。哦，兩個風推兩片咧，哦，做到東清爽、東好食，調油個香味，還有醋個香味，就是把那個味道整個都帶出來了，哦，東好食。好，也體育館地圖呢，兩組都得到1分哦，所以啦啦隊加油團姐姐應該各自有沒有紅隊啦啦隊都拿到畢業？他們在外面紅隊的。壓住咯，藍隊的在哪？藍隊啦啦隊。藍隊的粉絲，不是，我知道了，明珠的粉絲在哪裡呀？哎，對啦，去看一下，把 Cam 的粉絲手放下來哈，手放下來。好啦，聊聊舞。好啦，勢均力敵，個個得到1分。唔過3下人呢，睇下先休息一下，馬上來看一下今日啊，甚至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嚟老太自家分享哦。師傅出台菜。好，今日呢，你嘅甚至師傅帶來乜嘅睇下其他嘅菜菜料理呢？菜名係乜嘅？糖醋素樂排。哦，很酸甜咩？對。樂排，而且係仔嘅哦，仔我看都在吃樂排哦。樂排大概吼主食材係大概植物肉啦，吼做的未來肉，未來肉，吼大概骨頭係嘛個呢？大概牛蒡，哦牛蒡。哦，樂排嘅骨頭。做大概骨頭，啊有人用大概牛蒡做，還有大概甘渣做的，調梅。用茭白筍。媽做的，像大概烏味啊，媽做的嚟做。大概鹹酸甜咧，係大概白醋，還有糖，還有個 tomato 嘅醬。大概配色嘅部分呢，就個甜椒，還有個鳳梨，好，首先呢，我就先撈大概。粉末小雞多。哦，大概係調味嘅，大概就香油、胡椒粉，還有個香菇粉。香菇粉就本件就香菇嘅梅湯，好植物肉，撈大概糖。哦，佢鹹酸甜係做兩地方鹹酸。兩就兩種嘅糖，大概係調味嘅。哦，還有個香油。香油，姐姐有看得到哈？還有胡椒粉。叫未來肉，佢本身有梅嗎？有梅湯咧。啊，唔過我會留卡重一絲絲的，還有個香菇粉。哦，咁你打一下。大致的比例呢？大概差不多就1小時那樣就好了。好，咁你打一下。我夾咗。哇！哦，佢疊一下，哈。就算是植物肉沒，我要用疊的哦。可以，咁佢就個彈性。
Junior 是仔嘛？请问师傅啊，你那边买啊？你熟了解。冲了有机店就卖啦。有机店哦，这个现在都没有卖哦，有机店那个未来才有卖。哦，未来肉现在以前中后将有卖。未来是哦，好，了解好，你要塑形了下，你素爱就该煮，哦，盐不盐啦，吼，哦，洗下素。手上冇盐手。哦，安样就冲个做个牛眼，哎，哦，安尼哦。也给中牛研发，姐姐一定懂没做吧？哈，作为一生人呢，哎，好了下呢，好了解牛蒡，好，可以拿出来，好一个，好，有温度嘅，有温柔嘅，咩有薄嘅，薄嘅。换得到好，吗？安样吼，用把用下来，捏起来。捏下，哦，那个棒棒啊，像鸡腿棒哦。安样就看到了，好，就骨头就用嘞，啊，师傅，因为这种应该糖醋酱味，它会拉一点薄芡，嘿，薄芡还薄芡，薄芡的话是可食用的。有点恶心。安样就看到了，好，就骨头就用嘞，啊，还有木也溜出来呀，嘿，而且这个哈，有马铃薯，有马铃薯没事的。慢慢做得，慢做得，师傅，你要油温差不多係幾多？嘿， 170度就好嘞。白切了。我喜欢太甜哈。好，帮你炸到熟就好嘞。两片呢，大概甜椒帮你切一下哈，等下做配色该。師傅應該要講炸到熟，但是這個植物肉你用慢啲嘅係熟，冇熟。變色啦，係冇。泡起來就好嘞。會浮起來。有上色就做得嘞。哦，大概鳳梨。哦，我用罐頭嘅，有新鮮噶嘛做得啦。新鮮的色啦甜哦。係啊。我小朋友還好食罐頭嘅，做乜個切咁樣短短啊？我要切碎碎嘅。你睇台灣種嘅黃梨凍甜。係啊，台灣鳳梨凍好食當哈。好似冇是罐頭嘅，係啊，我是新鮮的。嗯，好，兩片哈，好的肉，好幫你倒下來。好，那就薑嘛，好幫你包薑。先不用薑嗎？煸啊嚟嗬。哦，薑味出來了。哦，了解。糖醋醬呢，我會留了解白醋，哦，還有個tomato醬，個醬字聽我先落去哦。還有個糖，哇，多糖！糖、還有個白醋，醋，酸甜好，酸幫你甜。燒。哦，了解蒜味就出來了，好，還有水，好水一下，偏然後甜哦。一下水，哇，這個水好好笑。不卡就得不用好累嘞。睇下會煮呀嘅糖醋鹹筍甜冇都不卡。我呀，我見到些含酸這甜。個筍你怕凍好食係啊咯。兩片哈，了解，好排骨，好，幫你不用下來，要微煮。好，幫你收先汁，好，不用下來，啊，甜椒。師傅，因為這種應該糖醋醬味，它會拉一點薄芡。嘿，薄芡還薄芡，薄芡的話是可食用的。有點惡心。我天，薄芡係盲印地嗎？我弟呀，那個師傅啊，太師傅。啊，你用的薄芡啊？主持人，主持人啊，主持人，他是玩那它是个。 Hello Kitty。帥哥主持哦，唔是，因為了呢，我就留個 tomato 醬，還有糖，而家收汁完了後呢，就會弄，就會弄。沒有用太白粉哈唔。是唔是，是甜粉是，甜粉。這好讚哦。也會比較健康啊。好，了解好擺盤嘞，哦，那了解花椰菜，幫你擺下來，你墊下很少這就做得。麼樸實的擺係啊盤。，好，幫你收汁一下，好，墊一下就做得了啊，哦。冇不用辣嗬，冇不用啦，酸味出來咯。好，差不多嘞，吼你。看起來好讚哦。係啊，你講開了嘅，哦，係啊，我講開了。講開了，我未有講，我食破富橋煙咯，先見到幾上嘛個？上梨，啊，上力蒙銀屑。好漂亮。哇 OK，好，讚哦。哇，好，糖醋素樂排。按鈕去後勢咯。哦，師傅你真係厲害，做下嘅是仔菜嘅鹹筍甜豬肋排嗎？還是牛肋排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太假了，吃吃看呐。哇，這個牛蒡懂 juicy 耶。等下未來肉哈，唔夠細啦，懂像最人哋一般的高牛。
有嗰種口感，錯啊錯啊，加有搭高，加有彈性呢。學起來，開來點，學起來，學起來嚟做，日筍嘅先，做順先。因為凍昂做得溫高酥溫哥酥嘛，係，係叔叔的鬆，將它脫皮啦，哦，較鬆啊，加鬆皮條嘅脫皮。腳白筍是得啦。有擺筍啊，冇筍貴族做得啦筍入面出嚟貴族筍，未做的，已經有想法了哈。咁樣啊，我煮來搶給條姐姐食咯，好，好，姐姐有搶到哈，好啊，哦，你知道你頭才真正厲害哈。因為肉想出來係嘅植物肉，真正要從正經嘅肉，係啊係啊，嗰個是足正經嘅肉嚟樣。我所嘅一樣菜呢做得當好，係因為講啊，當天然嘅仔肉嘅味絲，嗰搭皮啊牛蒡嗰黃梨啊，吃鹽水果嘅甜酸，因為一樣菜呢搭皮都當好，十分好食。謝謝。真好食哦，師傅安康。那不然你的做仔菜的時間，太極間呢，我們的眼界又再一次被打開了。好了，太極好起來哦，因為剛剛呢，太極有看準的話，轉去做為過後呢，搶本今日嘅觀眾朋友來食啊呢。好，好，啱頭前呢一畢業，馬上就要進行最杯米飯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米絲。兩次愛啲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最杯米飯咯，你今日兩年過後，過一百來到董事誒前兩嘅料理熬夜，先看阿馮吹帶來一個亞麻嘅秘密武器啊！素鹽。有人呢，入面咯，當出嚟叔叔，我自家種嘅叔叔，叔叔我係四款哦。好，你用叔叔做誒，係叔叔粉，最杯米飯用亞嘅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花用素鹽，花用素鹽，係用嚟要煮白鹽湯嘅嗰種感覺嗎？冇姜飯，冇姜醬啊，冇姜湯。哦，當其他好什麼？當然好食啦。好了，最杯米飯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！好，老公都在看哦，哈，老公都在看。我咱做呢一片吼，準備嘅秘密武器咪非常厲害，你睇埋。有劈杆，哦，螺劈杆，它還帶根的呢。哎呀，貴隻。借我看，借我看。來，本睇個皮一下。佢本身係小條的，細條，最好食，細條最好食。我們聽不懂，這個很讚呢。當然都有滷啊，當然都有滷哦。滷啊邊嘅，因為我沒有看過有鹽呢。嗯，為什麼會用小條來去做？朋友種啊，哦，就種日本哎，哦，半夜，俺那滷啊，根本要係那裡只菜脯吼做乜嘅料理咧？客家油盤，油盤。哦，大家你看，家下體育館哦，本大家是炒麵，你下本大家是 U 盤，你們等下勝選感言熱情我先準備好勝選哦，等一下最尾一關有信心嗎？有，好，加油！這樣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嚟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大家開始。哇，今日你就要來董事室澎湃嘅啦，係啊，很期待吃到董事某個米湯。香港人認真哦，認為講三國人士要苗栗掌為要嘅，結果推中未要。冇，廿幾種三角形嘅話，卡冇咗苗栗咧，你啲苗栗咧係啊變咧，變咧，假整嘅咧三角形，卡多到新竹嘅豆味嘅北埔啊，也新竹嘅豆味有。但變色的可能是就記得也不開，搞不開，哦，動態嘅風箏不好意思，這樣被這個大，那個動態，這個動態，這個是蓮霧吧？這個超讚，這個拿來泡很開心哎，很香嘞，很香。有豬油嗎？有豬油嗎？有啊，這裡有。哇！現場白豬油，真的。你睇嘛嘅？雞款來菇誒，當甜誒。那個菇怎麼這樣子？孫家嘅茶樹菇，茶樹菇，對，那是茶樹菇，是什麼？有特別的味道嗎？因為冇有香菇啦，我用那個茶樹菇，它就是淡淡的甜嘛，佢煮茶湯清甜。香味，茶樹，佢茶樹蛋糕滋養嘅菇味。哦，係上嘅。按他也鳳蟲頭去那買，我東西買嘅，東西誒，吼，有南部紅中台灣客家菜的
主要灵魂，主角，他的主角，他灵魂人物，哎，灵魂呐。哎，他当你的主角了。有讲到娘母卡中嘅叔叔，哎，一百有角诶，系啊，你做在本眼啊咯，两边。娘母卡中嘅叔叔拜后中梦啊，叔叔真简单啊，佢真有机啦，佢唔是杀肉嘅，也唔是弄埋个皮，对，啊，佢当吃人。猪要有水，哦，有水分就水是。猪要水分要拉。你在种还是你旁边那两位我老公伟大的男人在种？我看佢西都唔同見嘅。啊，姐姐，你用啥老老公很用半年学的？那么咯，那么久以我老前的事。公帶潘寶嚟潛崖，哦，高山啊，攀所以你老公不会做饭哦？唔係啦，佢之前做生意啊，嗰邊買鳳肉梨，我冇睇鳳肉梨。好。啊，佢買咗熟食啊，看俺們做些啊。乱讲啊你！怎么那么好追啊？哎呦，真的是哦，被骗走的對啦，啦。被騙走了。哎呦，你知道咩？你炒咗鐵做，而家你頭先咧鳳啊白鐵嘅，姐姐，你是處女座嗎？哎呦，嗯，我咩你係水瓶座哎，你水瓶座，很聰明呢。哎，提咗擺看到痛吼，撩比痛還多，痛快。我緊上去選呢，女朋友好讚。頭頂嘅要大嘴啊，冇成貴冇成嘅好難攰咧。很多，等下個種菜我太假切。而家你頭先咧鳳啊白鐵嘅，姐姐，你是處女座嗎？哎呦，嗯，我咩你係水瓶座哎，你水瓶座，很聰明呢。啊，修一季呢？因为最开朗的射手座，哦，你射手座。嘿，对，那你今天很吃油座，自由抽。那个多切的不要放吗？对，这里就不会了。唔咩切到按處，一種啊白槍喺嚟冇白槍，啊，呢啲嘅拍菜吼，係馬上種嘅眼睇雜。一種咧，哦，然後姑，你先一切。好，好嘞，这个应该合。呢啲嘅四拍菜吼，應該改叫大白菜咯。係啊，係，冇切按段，冇切切段，长一点。哎對，買還沒有，好，这给你好了啦。要他炒，我幫不上忙。好來來，我們先過去，可以等下過後來。快啊！它是真處女加水因瓶。為我們現在過去之後，另外有2位會進來。哦，哎，可以先阿伯過去。，等一下挨你狗喜劇哈，你們可以來這邊曬恩愛哈，張羅一下。你的海陸腔在這邊吃不懂啊。哦，你要偏偏別蒜別用。哦，别重睇，嗯，等一下你要做個油飯哦。哎，對啊，哎呀，飯都耐呢，哦，頭亮，真好哎。哇！哦，西帶式電鍋。哇！等一下再多這些給你們吃。呀，我整幾嚿哎，嗰就청煮飯啊你啊，將煮飯嚟就好哎。一塊了，你煮個一條。哦，哎呦，一般來講食油飯唔免不卡油嘅係用生意呢時間。嗯，是啊，平常菜嘛平常我是都東風片啊。啊，你頭擺兩個麵店有賣油飯嗎？有啊，就是同仔米糕嘛。米糕啊，對啊。當阿米糕。所以你看，給給面拿出來係37年的功力，拿到比賽。做了手舉不起來，住院不要做，退休了。太可愛。年紀你稱讚的時候可以不要那麼兇。會有嚟啦，會有呀，做了耐唔好嘅。所以你挑白做同仔米糕的料就係安用型，你的料就是長這樣。喺冇加爐劈乾咧，嗱春喺種下油啊，係啦，冇加菜布啊。所以你看到，挑白哈，你要點地不會多哈，你們兩個就這樣窮下炒。對哦，嘿哦。鍋子應該很大吧？哦，大鍋子。哎呀，生意當好呢。對啊。這生意好，做得少欠哈。帶一些呢，攝影講不要做了嘛，你不要做。勝利好沒煩惱，勝利唔好沒煩惱。係啊。可是哈，其實中東飯呢最重頭戲就會等下給不會還有攪飯的時間。我們先過去，等一下過都進來，那是最吃力的哈。好，謝謝。哇，香冇？有啊，特別係咩愛好咧？嘿，好嘞，你等下煮了多了就好。這個是黑胡椒粉嗎？對呀，我放黑胡椒。哦。
煮汤的嘿，嘛煮汤哈。的，哎呀，等下不用落去地图。嘿嘿，哦，这个汤真的太赞了，我要用碗公吃哦。跟有铁汁的，跟嘛该中料啊。有啊，都用我哋温三角盐用的。那所以等下还有吃干的，也有吃湿的吗？无，迄啊唔是得留起来啊。哦，啊，宜宾那个迄香菜也肥香诶，肥香啊，一个种的肥香的啊。很特别。哎，我啥拢伊太调的啦。第六其实不是用那个配桶来做，因为那个用具啊，还有配桶要动用的。也好，我俩配汤就当清甜。所以你看，因为凉片嘅来饼哦，都会做些的，是拿来以之为谋生的赚钱工具的。你看，呀，啥下来咧？啊，来俩别碗肉哦，掺落去。来啊！嘿嘿嘿。啊，娘会调米冇？唔是嘞，你们我俩碗肉有鹹。跟我吃海米头哦。假如试试就好嘞。哎，提就把款都痛吼，料比痛还多，痛快。好了，还有差不多，等下你过来给我拼手哈。好。来，疗愈的画面。哇！要尾须就有尬佛吗？会尬佛吗？哎，要吗？有的有哈。过一些番嘛。过些番。要么该？那个是。这个还有个。然后讲做嘛家都会有职业伤害，就是牙给脚会勾是长。讲我们玩起哦，的。真的。东西酷。我用像薄千龙脚好诶。系啊，脚软落应该注意位咧。来。太湿了脚。其实哦，你脚要挪翻哈，你不用一些些米就落去啊，我下好脚。真的哦。相信我。师傅讲嘛就。我当只脚。哦。有没有感觉我啊？很面咧。做唔得加水。都唔得加水。会加米酒。加米酒加个翻当我咸，加水加个翻我面。哦，师傅讲的。哦，我紧脚紧上会选咧。非常好赞。头顶个要大嘴诶，冇成贵冇成应该好难处理。很多，等下各种菜我太感谢。好了，那伯谦你弄得非常好，你来多酸喽。我可以拿过去多酸吗？不行。好了，走，太厉害了哈。交老板现场马上可是多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要吃吃看那最杯面一罐咯。菜铁董事姐姐编出好料理，那副卡卡站到嘞。好，两组的姐姐呢，这个师傅厉害，刚刚一篇主人你就讲，哇哦，这个董事要的姐姐好，师傅会煮出来。现在吃吃看那里风吹个料理哦，哈，这个哈一定要先淋糖啦。哎香哈，好好吃哦。要先做先煮啊，当香。清我怪你啊，的老公这么爱你们，哎呀你那么会煮菜。唔会 QQ 的哈，唔会像人家都摸杯给摸杯卖啊，你 QQ。就干嘛 Q 哟？最主要系嘛，系健康，它比较健康，而且加中呢这样子。该痛哦，该本身就该固味啊，它就该茴香啊，番茄整系画龙点睛，锦上添花，还有买成语就来讲，喜上加喜。为什么你该种痛？哎，你用乜来形容呢？啊，这鬼火性人嘛，虽然口齿留香。哦，你没会讲成语呢？哦，对呀。写的好学，每周在写的健康健。巧。但是最厉害的是盛雪千年嘅腰盘，大家點查的哈？來唔查來，夾夾嚟選。来先看看有番。有一种饱叫做用鼻子闻就会饱，难用哦。要热最好吃。哎呦，老家就学弄一下，今日家就煮的用饭嘞。真好啊，真好吃啊糯米粉当 Q 啊，糯米个粒粉面，粒粉面。啊，你东西人吃的糯米哦，就爱来 QQ 啊，啊，你莫吃个绵绵的。老人啊，感谢，感谢人。莫退休啦，你什么时候付出？今天可能是啊，老了啊。好，观众朋友好，就先知道动身体。不过你下小李的系师傅咯，等下看几条牛慢评分。好了，这紧紧张啦，我都替师傅捏一把这个冷汗哦。你手汗是出来的哦。黑妹，都当勇敢伞呢。好了，Kitty Dragon 抢本说，拜托啊！风吹一份，好，你下话阿举师傅抢本分数，比手。场外都想来掌声了。Kitty Dragon 抢公平。今日两组做的都十分好啦，两只都大条命，因为因为讲，拢有留
人家客家人的特色，个人家董事那边的所有的特色拢有做出来。当然我先去风水的意味，家呀三角岩又较有特色一些些的，所以我现在风水那边，谢谢。好，来往阿吉师傅。六组这个都懂好先吼，有识到个梅族个特色哎呀，那我本了解南推那片呢，应有识到了解吹布啊，伊个干梅跟香梅，了解做个糯饭啊，懂好些哦，懂香啊，了解风推那片呢，三角岩懂有特色，然后有很多个颜色用白玉的懂好是嘛懂浆，好，感谢。好了，来到董事呢。端正就係老太茶上嘅供用，冇辦法品出伊嘅素養，手按槍，搭住全部按槍，馬上嚟出來頒獎咧！好，今日今日2年過一擺來到台中董事哦，睇自家嘅做菜嘅技巧呢，有行較升級嘅。先來恭喜風吹到南吹都係得到2分，都係第1名。恭喜風吹得到前5年嘅大賽季，恭喜！感謝哦。大家好，順豐嘅老公一撒加一個0，大家算算看。可以啦，不敢算了哦。加一個0，本來是15000嘛，又再加一個0，這是15萬了。我覺得直接戶頭拿出來了吧。好，你看一下咱這條片吼，強榮嘅大頭名1500扣嘅加賽季。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好，先來問看呐，你嘅春季季大拜來參加哈，你老公哦全程給你加油哦。係啊。怎麼辦？第1名老公是不是要獻吻一下？好啊。好啊。哇！好了，那等一下，那就讓他2個老公上場嘍。哎呦，真的要嗎？好，來歡迎老公。來，掌聲歡迎兩位一定要三位好朋友，今天呢帶陪的不用 Q 哈羅要比賽，我們就問一個問題就好了。他們不需要講話，因為沒有麥克風，點頭跟搖頭就好了。好，要不要加碼？玩了11-3秒鐘，不是講8點頭就好完了啊。好了，因為他們2個在這邊一起親的話，很像我們在辦集體結婚，太奇怪了啦。集體婚禮，掌聲謝謝他們一下，謝謝。好，跟到旁邊的我們安子姐。春季之前呢，老太茶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好冇？感謝呢客家電視台哦，禮拜呢幫我哋睇啲發揮啦。禮拜呢小發動態，因為冇嚟呢邊現場比賽哦，你就唔會通我見啦。禮拜呢本來呢當好嘅小發，好嘅，哦，恭喜！感謝。小姨姐，咩老太茶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？禮拜係當歡喜來跟你客家電視台參加呢個節目哈，心情當開心，又讀到個師傅按好哈，乜個都按你教按到，感覺收穫滿滿，當好，當到啦。而且哈，基隆山都有心呢，佢講等下收工過後哦，有煮嘅芋圓要給我們吃哦，哇，還有甜點哦，哇，是不是想要？有沒有人要改分數？亂差嘅啦。好啦，恭喜加碼哦，安子姐。好，再過來吼，訪問2位，咱一個阿姐今日參加嘅感想。真歡喜哦，今日參加客家電視台嘅節目啊，終身難忘啊！希望下次個月來期盼。老公根本冇來哈，冇時間。我們對着鏡頭給他飛吻一下，來，哇！你一下還回送阿姐，基本參加咗埋感想。真歡喜來參加呢個節目啦，嗬！我也唔識參加乜個節目嘅人啦，今日第1擺，嘛真歡喜，睇車叔叔哈，安尼嘛以後。所以行擺行來嘛？唔敢啦。嚇！你下2500Q 是又拿了，行擺3000 Q 好嗎？好，可能拿3000 Q 啊。好，最尾 ending 來兩扎飛吻半夜老公來。恭喜恭喜！十分感謝你兩處嘅姐姐，可能不管係37年嘅老功夫，非常厲害到位。大家都係師傅，大家都係欣賞，可能都董事嘅到位，又有好食又有好料，太似個能擺，一天來到位來昂看啊！很感恩朋友，董事菜啲朋友能擺你來時間，我來報名哦。係啊，主持22嘅吼，真經為咗種感受講吼，2年真經定長久了，你看。應該有真係特爭嘢就攞一擺，本大家食到飽必必那樣，你看腰盤咪當好食，嘅通條咪當好食，所以歡迎所有台中嘅好朋友，記得都報名參加比賽哦。
依家自助等等，睇起家叫下來報名，叫下來也到位大都市分享舞卡嘅好美事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等耐了，等我來哦，恭喜！